作為僱員，你可以如何透過積金易完成僱主準備嘅僱員強積金帳戶登記？當僱主透過積金易平台為你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後，不論你已經註冊咗定未註冊積金易，你都將會收到來自平台嘅電郵或短信通知。假如你並未註冊積金易，請先註冊，以開始登記步驟。要完成強積金計劃嘅登記，請登入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，喺主頁選單，按待辦事項，選擇你有一個已儲存的申請有待提交，然後按繼續。按開始登記前，請仔細閱讀指示。從清單入面選擇強積金計劃，按下一步。請使用智方便驗證身份，並根據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嘅指示進行餘下嘅步驟。然後，部分個人資料將會被自動填上，請確認已填上嘅資料正確無誤，並輸入餘下所需嘅資料，包括聯絡資料及地址等。選擇以電郵地址或手機號碼接收一次性密碼進行驗證。輸入你收到嘅驗證碼，輸入你嘅投資選擇，核對及確認你提交嘅資料，並按提交。細閱條款及細則，按接受，你就可以成功提交你嘅登記申請。登記完成後，有關結果將會透過電郵或者短信向你發出。準備好發掘更多積金易平台嘅功能未？立即瀏覽積金易網站 www.empf.org.hk， 了解更多。